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有感而发》第5集。我是小张，真歹势，今日要过来讲陈世明博士的代志。其实小张已经无想要做影片啊，因为做这个影片真了时间，看的人阁无济，真无意思。小张想讲收起来，莫阁做啊。但是陈世明博士阁一摆互小张做影片的理由。这集的标题叫做陈世明暗箭伤人。这个人是什么人？这个人就是土豆人。我自细汉人就叫我土豆人，伊安怎甲我伤害？咱即马就来讲清楚，说分明。一开始，咱先来看陈博士安怎讲。伊讲这个姜擦，就是将姜擦成丝的工具。这字擦伫空虚字典内底爱读作切、刷、切，读作串。咱来看空虚字典安怎写。伫空虚字典内底用粗、割、切，这个字读作割。搁讲一摆，粗、割、切，读作擦。蓝色的部分是声母，红色的部分是韵母。这个字确实读作擦。咱若是无把握，咱会使来查这个字。伫空虚字典内底有记录，动韵内底用粗、拔、切，读作擦。伫集韵、韵会甲正韵内底用粗、割、切，嘛是读作擦。警察的擦，就是用这字擦，一点仔问题都无。相信即马各位拢看甲真清楚。小张甲空虚字典这句话原封不动甲抓来，人确实是写粗、割、切，读作擦，毋是像陈博士讲的用切、刷、切，读作串。小张想无是安怎陈博士要讲白擦。既然陈博士讲爱用切、刷、切，读作串，咱即马就来看卖这字到底是毋是读作刷。伫公文内底有记录，用梳、拔、切，读作杀。伫集韵甲正韵内底有记录，用删、割、切，读作杀。伫集韵内底用梳、改、切，读作晒。伫正韵内底用梳、埋、切，音就读作晒。若是用公文做一个准则，就是用梳、拔、切。有记录是入声字，甲割、甲杀拢共一个韵母。咱若是按照陈博士写的来测音，就会变安尼：切、杀，读作擦。蓝色的部分是声母，红色的部分是韵母。这个字就是读作擦。伫闽南语内底，吃甲吃不分，所以这个字确实读作擦，一点仔问题都无。咱所去互陈博士装写的，母一群足大群的，结果嘛是读作擦。其实伫空虚字典内底，确实有一字，就是用切、杀、切，就是这个字将椒，后壁有写甲真清楚，姜擦椒。各位头脑拢真好，即摆爱用搭字字擦，已经真清楚啊。其实小张有法度理解，为何陈博士要伫这个所在讲白擦，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字有两个读音，文音会使读作杀，咱拄则已经讲过啊。白话音会使读作刷，咱若是用这个白话音来测音，就会使得到一个白话音读作串。这字串就是用伫这个字，将招的这个字读作串。编写空虚字典的人是正港的高手，为着避免麻烦、避免误会，伫测音的所在写甲真清楚，用粗、割、切，音就读作擦，警察的擦。所以这个字将手的这字擦，敢若一个读音，就是读作擦，无啥物文音，嘛无啥物白音，敢若一个音，就是读作擦。另外这个字将招的这字擦有两个音，文音会使读作擦，嘛会使读作白话音，读作串。陈博士挑工伫这个所在讲白擦，写这个字的测音，目的就是要甲你骗，要互你产生误会，互你误会讲这个将手的擦嘛会使读作串。你看这个人偌干巧，偌卑鄙。陈博士伫这个所在并青换黄，甲你骗将手的这字擦会使读作串，目的就是要甲你教这两字。串兵伊讲就是爱写作安尼啦，但是用这个写法根本就无道理嘛。安怎讲？
人香港用这字在七尻川，中国大陆嘛用这字在七尻川，咱台湾的野虎嘛用这字在七尻川，敢有影无别字会使用？咱台湾人讲，第一卖冰，第二做医生。要卖串冰的朋友，千万爱会记哩，串冰千万莫写作安尼，才袂去互人笑死。咱即马来看陈博士安怎伤害小张。伊讲小张博士，奇怪，你是安怎遮爱讲博士？你是安怎袂正讲话？一定拢爱声称家己是博士。你无讲家己是博士，敢就无法度讲话，无法度行路，无法度过生活。你敢真正遐自卑？咱搁来看伊讲啥？这句话小张无要读，小张嘛无要甲回，实在真无聊，真无水准。但是这句话小张爱甲回一下。伊讲我到处造谣中伤，伊讲我会下18层地狱。好，这句话咱来讲互清楚。我到底安怎造谣中伤？你毋着讲互清楚。咱来看这句话是啥物人讲的？这是陈博士家己讲的啊，对无？我只不过是甲讲下调的存在，若有证据提出来；下调若有文字证据甲提出来；上调的甲骨文、周调的经文甲摕来读，读了若会通，若会顺，咱毋则知影讲陈博士无咧讲白贼。过来，这句话是啥物人讲的？这嘛是陈博士家己讲的啊，对无？啊，你讲3000年不变，那安尼拄好上调的甲骨文，你甲摕来读嘛？读了若是会通会顺，咱毋则知影讲你真正下上周语言一次可以搞定，对无？过来，咱来看这句话是啥物人讲的？只有闽南语可解方言一思，啊，这嘛是陈博士家己讲的啊，但是陈博士解袂出来嘛？敢若有1%的证据，是安怎会使讲100%的话？这毋是欺骗社会，啥物才叫做欺骗社会？无营养的话讲到这为止。既然陈博士就已经讲到屎啊，咱就来讲一句俗语，甲屎有关系，叫做碰屎抹面。较少年辈的朋友可能毋捌听过这句话，你毋免等于问恁阿爸，嘛毋免等于问恁阿公，你甲看陈博士的行为，你就知影啥物叫做碰屎抹面。因为陈博士就是碰屎抹面的第一高手。好，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